就趁以后我通找着个时来找伊，伫伊上早起个时来求叫伊，歹人就离开伊个路，不利个人就改换伊个龙头，归恩摇花，你要认为伊归恩咱个上帝，认为伊个骗行写的，就是咱三个来认识何了上帝，信息152首。我来调起你，就是我的主，你是我所靠，我心的救主。为着通灵敏，你捌受苦痛，把一切的话语由你来投放，请咱起立，来感谢。我帮你做。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里，对耳仔、甲12个的嘴建立能力，
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。这个人是啥物？你写了伊。你互伊比天使，对啊，较舒服。你设立伊管理你手所做的，就是一切羊和牛。天中的鸟。要我的主啊！
阮伫恁下辈，阮感谢你，有你慈爱看顾甲保守，阮平安的江河通流伫阮的心，而在去，阮放落一切的羁绊，带着平安喜乐的心，来到你的殿中，我要用祈祷来求问你，用诗歌来学到你，恳求主，让阮的心思用独一虔诚的心来敬拜你。来领受小师最后一个月，看领阮的敬拜，真正属灵的信息，回想变故来，阮所敬爱的小师，望永远甲阮做伙同工，幸福主的福音，无需要担心打拼，训练天父教会，互阮所喜爱。所归属的我教会，伫平安中来渐渐成长。有教会中大集体，无就是少年团体、妇女团体、圣经学院、青少年团体，也是新鲜的亲密团体，和对社区、学校小朋友建立福音基础的彩虹妈妈小组，都得到你大大的祝福，咱献上阮的感谢，各教会。望推动小组，因为兄弟姊妹听主的缘故，渐渐主动、自然、初步来成形。因为着咧追求属灵的新生命，用无共款的家庭福音小组，甚至伫年生年小组、迷你小组、家庭小家、家庭读经会、读册会、新生命小组。陆续伫大家庭来成立，愿主下天因的快乐，甲满满的祝福。我若要感谢你，有我伫华语堂个礼拜顶面看到新的愿望，一年久来有小牧师会带领，甲听主的兄弟姊妹同心拍拼。有我有一个新的聚会场所，华语礼拜堂。有阮通用无共款的言语来敬拜你，来保养属灵的福音，阮要将这一切的荣耀拢归于主。主啊，都无偌久，但是小牧师要离开阮，因我教会，虽然阮毋甘，阮相信万事主拢有你美好的旨意，恳求主稳定祝福你。小牧师、吴牧师因的顶面，看来因。你所爱因行的路，一生为主做工，做一个好牧者，兴旺上帝国的福音，带领侪人来归伫主。像来主耶稣，做一你所听的细囝，伫暑假来毕业，伊着升学、就业，面对着侪压力，阮就稳定、舒服、稳上加阮日上加力。加添因的开展，互因顺利来升学、就业，愿主互因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无论拄着啥物境遇，通知祈祷主、交托主、倚靠主、尊主最大。愿主加添因的智慧和快乐的源泉，甲因同在来。勇敢面对着充满竞争、进步的人生旅程，恳求主疼心喜乐，望充满因的心中，在疼主关心人，帮在恁基督内面做事正确，遵行主的律例，明白主的真理，一生跟对主，诚侪基督。精兵坚跟主的圣名，当然咧，恳求伊的用一靠主耶稣的名求。
去伫第三周咱会议第一节甲第几节，出来去第三章第一节，摩西故意让人米甸的祭司耶伯罗的羊群，看样去旷野的后面，到上帝的山，就是我的山。第二节，耶和华的使者伫刺血内火焰中对伊出现，伊看刺血互火烧，刺血还无倒去。第三节，摩西讲。我当要去看这个大景象，这个刺皮怎样无倒去啊？第四节，耶和华看伊去要看，上帝就对刺皮来叫伊讲，摩西，摩西，伊就讲，我伫遮留在，伊就讲，你无去骗我来，就趁去你卡面下。因为你徛的所在，上帝第二节，佮讲，我是你的祖公的上帝，阿伯罗罕的上帝，以色列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摩西伫伊的面前，毋敢看上帝。第七节，耶和华讲，我的百姓，徛起伫埃及的，因的困苦。我实在已经看见，因为着独工来呼叫，我已经听见啦。我分知因的痛苦，特别在当我落来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带因出迄个地，甲肥水开花的地，甲流年甲美的地，就是迦南、希、阿摩利、比利洗、利巴。亚布斯这个族的所在，文主教咱所读伊的话，就是咱。